行政會議提出全體公務員劃一加薪2%，加幅引起各方面嘅討論。我認為呢個調整嘅幅度咧係能夠平衡眾多因素。等我同大家講下我嘅睇法。第一，加薪幅度唔會照跟商界。公務員嘅調薪機制係先做市場調查，了解私人市場嘅情況，並得出各級公務員薪酬趨勢嘅淨指標。但係呢個咧只係其中一個考慮因素。做決定時咧，亦都要考慮香港經濟嘅狀況啦、通脹、政府財政狀況、公務員士氣等嘅因素。所以咧，行會做決定嘅時候咧，會考慮得更加周全。第二，政府承擔金額龐大，公務員調整薪酬唔單止關乎17萬公務員。同時亦都涉及政府資助嘅機構，例如醫管局啦、公立同資助學校、老師等。加薪2%一年就涉及政府要額外承擔60億元開支，數目唔細。雖然今年財政有盈餘，但係大家都要明白政府喺經濟、房屋、福利等各方面都投入大量嘅資源。加上未來發展需要龐大嘅財政承擔，所以任何開支都要更加審慎處理。第三，平衡公眾同埋公務員嘅訴求。社會有意見認為公務員係鐵飯碗，唔使擔心裁員，係有跳 point 嘅規定，唔應該同私人市場比較，甚至有聲音覺得部分公務員表現令人失望，唔值得加薪。我認為亦有好多公務員好努力工作，需要肯定，唔能夠單睇一兩件事就抹殺全體公務員嘅努力。加薪2%已經係全面考慮公眾觀感同埋公務員士氣。無論加薪嘅幅度係點，都有人唔 happy 嘅。政府決定係唔容易，而政府亦都正有唔同嘅計劃係推動公務員做得更好。希望各方面理性看待今次嘅加薪決定。請大家讚好、留言同埋分享，多謝大家。